大家好，可能咧你有兩個仔女嘅時候咧，就會比較啦。又或者你得一個仔女咧，你身邊嗰啲爸爸媽媽都會比較。點啊？你個女參加校際音樂比賽第幾名啊？咁我記得好耐之前咧，我曾經喺個講座咧，就叫啲家長用1分鐘就寫低咧佢欣賞孩子嘅優點。有個媽媽好快舉手，我寫好啦，15個優點。中文朗誦比賽第1名，鋼琴比賽第1級第1名，羽毛球又第1，總之15個第1。你估我點呢？我平時咧，佢如果寫到15個，我即刻俾份禮物俾佢。但係當日我淨係問咗一句，我話媽咪，如果你個女攞唔到第1，一樣都冇，佢有咩優點？佢諗唔到。我話你翻去諗下，我今日唔派禮物俾你。一個孩子嘅優點同埋特質咧，未必同佢攞唔攞到第1有關係。有一日佢攞唔到，而你依然欣賞佢咧，咁先係好嘅。我想講咩咧？我哋每個孩子嘅特質、潛能都唔一樣。我咧體育好好嘅嚇，即係你叫我玩游水啊咩都得。但係咧，我做親子教育嘅時候，我就絕對唔想將我嘅影子咧投射喺我嘅孩子身上。所以我又冇乜逼佢寫文嘅嚇。咁而家我個女對待3個乖孫咧，都係咁，各有佢嘅特質。大哥中意睇書，成日對住本書。我話你唔好淨係沉迷本書啦。二哥咧就中意傾偈嘅，同埋咧成個暖男咁啊。佢可能讀書冇大哥咁精靈，但係咧屋企啲嘢擺喺邊佢記得嚇。然後咧即係婆婆嗰日整親隻手，佢會問我。點啊？你痛唔痛啊？嗱，呢啲我覺得就係有人際嘅潛能啦。Howard Gardner講嘅8種潛能，大家留意下你嘅仔女會唔會邏輯數學叻啲咧？語文寫嘢啊講嘢叻啲咧？音樂潛能啦，空間畫畫嘅潛能啦，甚至大自然觀察啊，佢可能好記得啲花草樹木啊，又或者咧內省嘅潛能咧，係佢對人嘅表情啊，好能夠咧叫做睇通眼眉。到最尾呢個潛能好少人發覺，叫人際潛能啊，就係咧佢同好多人咧都能夠好好咁相處。佢未必考第1，但係佢講咩嘢咧一呼百應。呢一種啊，將來啊會贏埋 AI 添啊！所以留意你嘅孩子，睇下佢有咩潛能，發掘佢，栽培佢，讓佢喺嗰度咧慢慢能夠脫穎而出。